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嚟到爆冷群經組。今日我哋要拆解一下連續上演咗20年嘅美麗賽馬日。11月9日星期日，莎莎婦女銀袋賽日，呢個背後隱藏住一個由馬主美麗系同馬會精心編劇嘅練馬師王輪莊劇本。呢次主題賽事莎莎婦女銀袋賽嘅主場，主人家就係我哋嘅主角美麗系。佢哋呢次5區壓陣，美麗多型，爆出美麗，特別美麗，美麗同享同埋美門嘅同樣美麗。今年嘅形象大使係高海寧，條女嘅感覺同嗰種高貴氣質都仲係有少少距離咯。但係各位睇清楚，從2021年至今4年以嚟，美麗係喺呢個賽日一共派咗18匹馬出戰，成績係38.9%嘅機率入前四。2022年贏嘅只有一匹馬，叫做美麗宇宙。呢個係咩概念？幾乎係每3匹美麗係就有一匹入前四。嚟到今年派出5隻美麗，我睇上名嘅點計都係同主同倉同騎，仲有同主同場概念嗰隻爆出美麗啦啩。不過我哋要觸及呢個美麗賽馬日嘅核心主題練馬師王嘅輪莊制度。請注意呢個驚人嘅考核，近4屆莎莎婦女銀袋賽嘅練馬師王8%都與美麗馬房脫唔開關係。2021年羅富全，2022年高東尼，2023年蔡約翰，2024年高東尼再嚟多畫。呢個係咩概念？呢個就係一個完美嘅美麗劇本。蔡約翰、高東尼、羅富全，佢哋喺呢個美麗係主場日裏邊，人人諗美麗，點知唔一定開嘅係美麗馬。當然，我哋亦都睇到新嘅受益者正喺度加入，無畏傑倉有隻凝聚美麗，同埋貴福特倉有隻特別美麗。佢哋今次會係呢個美麗賽日扮咩角色呢？跟住落嚟，我哋解讀本年度嘅主題賽事密碼。第7場莎莎婦女銀袋3級賽，根據紀錄，主題賽事告東尼幾乎就係入 Q 嘅代名詞。近4年呢場3級賽，告東尼都入 Q。今年佢有2匹馬，135磅嘅美麗同享同埋輕飄飄嘅加州動員。既然係美麗賽馬日嘅劇本，前面中義禮嗰匹爆出美麗係受益人，美麗同享似乎只係工具馬。我大膽推測，135磅壓力下嘅美麗同享，只係掩護真正肩負入 Q 任務嘅，極大可能係輕飄飄嘅加州動員。呢個先至係平衡各方利益嘅絕妙一筆。因為告東尼體系入邊仲有雜馬主線叫做同，就係同主同倉同騎嘅加州報捷同埋加州動員。唔玩下派餅仔，唔通要加州又食白果咩？綜合以上所有陰謀論分析，今個年度美麗劇本嘅練馬師王可以平均投注羅富全、告東尼、蔡約翰、毛偉傑同埋貴福特。馬匹嚟講就留意下爆出美麗同埋有機會入 Q 嘅加州動員啦。線路派希仔，我嘅美麗賽馬日分析完畢，大家記得點讚同埋訂閱我哋嘅 channel。如果想收到賽日嘅免費頭同尾場嘅賽事心水資訊，記得去我哋 Facebook 置頂嘅 post 度揾翻傳送門啦。